大乡亲啊，咱就线来看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日开幕。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、超微的执行长苏志峰、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，这个科技界的领导人物，拢来到台湾。伫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当中，台湾就亲像黄仁勋所讲的，是世界的大潮，是 AI 革新的后天。这嘛，互韩国的媒体来感叹。讲到今日三星等等韩国的半导体企业会变做 AI 的变恩人。台湾是无名的英雄，却是世界的支柱。千里迢迢等来故乡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感谢台湾是上坚强的伙伴。超微的执行长苏志峰强调，台积电都是3代比晶片的换贴的。Intel 的执行长桂新吉来台湾，昨真讲请台厂的供应链食饭，合作的伙伴拢爱照顾。今仔早起的演讲，佮提出影片，甲台厂的伙伴点名学了。For Intel and Taiwan, Intel and Taiwan together. 5月底开始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、超微的执行长苏志峰、Intel 的执行长桂新吉 ，AI 科技3位大脑伫台湾发表主题演讲。严格韩国看起来敢若是面有面结。韩国的媒体烦恼，韩国伫 AI 区域将会方便演化。虽然桂新吉离开台湾了后，要飞往韩国参加明仔载首年举行 Intel AI 开发者盛会，要可以取消为期5天的韩国行。业界解读讲，是清楚展示台韩两边半导体地位的状况。韩国的媒体分析，美国晶片四方联兵，美国、韩国、台湾和日本平分天下，就要说变成美国、台湾和日本三卡都的局势。而且辉达和 AMD 最近拢伫台湾建立 AI 研发中心，扩大联兵的关系。美台双雄非记忆体市场，2023年620兆韩国钱，是韩国记忆体市场的3.5倍。估计韩国10奈米以下市占率将会为2022年31%，减到2032年的9%。韩国的媒体分析，即卖的情势 ，AI 服务需要的是客制化晶片，唔是通用的晶片。台积电严格把关半导体制造和封装，电到这个部分，韩国做了不好。参像辉达的 GPU 是台积电生产，工业设备材料是日本公司提供。韩国唯一出来的部分是海力士提供的 HBM， 嘛互美公取代，提下辉达的订单。韩国敢若变作是一座孤岛。这是半导体晶片，几乎推动了所有现代科技发展。慢慢啊，好乐股头买单，台湾挂靠晶片和 AI 科技伫世界崛起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